李廣宇議員，唔該。多謝主席。中國作為咧2026年 APEC 嘅東道主啦，咁香港亦都咧可以負責成個財長會啦。咁啊，我諗呢一樣嘢對於香港嚟講係一個好好嘅信心。咁亦都希望我哋今次亦都做得好好。所以本人咧係非常之支持今次呢個嘅建議，係增聘2個首長級嘅職位，係有時限嘅職位咧，係作為今次嘅負責嘅單位。但係咧想了解下咧，局方咧都評估過。因為咧，其實今次咧都係得8個月嘅時限啦。咁可唔可以2名新聘嘅人可以咁快地可以入到嚟去幫手？定係我哋可以將呢2個新聘嘅職位咧，同時間都係放喺現時嘅其中一個秘書長，可能係副秘書長下面咧去帶領，令到成件事嘅聯繫嘅作用咧，起碼有一個人可以幫佢帶得更加好嚇。咁都係繼續去加2位嘅，同埋加34個人嚇。唔該，主席。好啊，唔該。局長，唔該你。係咁其實議員提問係好恰當嘅嚇，即係話究竟我哋喺做今次呢一個咁嘅決定或者建議嘅時候，其實有冇考慮到更加好咁用翻現有嘅人員咧去做呢方面工作？其實我哋依家財經事務科係有3位秘書長、副秘書長嘅嚇，咁其中1位喺度啦嚇。另外2位其實佢哋都有好多任務在身嘅，即係包括例如話係喺我哋最近嗰個公司遷冊。亦都包括例如話咧，係喺我哋 EMPF 個推動同埋依家落實等等咧，其實都係一啲咧係需要咧係恆常嘅，亦都包括咧係比較聚焦嘅一個工作嘅投入。咁所以點解我哋今次特別有呢個要求咧，都有呢個建議要請呢2位額外嘅呢個嘅首長級去做呢方面統籌工作咧？因為大家見到咧，其實呢類工作嘅性質有幾個特點嘅。第一個特點就係咧，佢哋係高度聚焦嘅，佢就係一個單一嘅項目咁因為你見到其實我哋要統籌嘅就係有一個經濟體嘅人員或者係官員出入入，佢哋嘅住宿、佢哋嘅安排同一時間咧係會議嘅組織，同埋咧就係喺會議入面同埋以外嘅相關活動。咁所以嗰個統籌能力咧，同埋相關嗰個嘅聚焦性係好高，呢個第一。第二方面咧就係話咧係雖然我哋講緊係話一淨係得8個月啦嚇，呢個係嘅好聚焦嘅安排，佢涉獵嘅面係好闊嘅正如頭先我介紹我嗰個統籌嘅跨局嘅小組咧，其實係有保安局、有旅發局，亦都有咧係文體旅局，亦都包括咧係其他公務員事務局相關嘅同事喺度。咁變咗就係話咧，我哋有好短時間之內去跨政府、跨部門咁樣協調統籌我哋政府嘅唔同方面嘅資源同埋力量去做好呢件事。咁所以點解咧？我考慮到呢件事嘅深度同埋廣度咧，我哋就覺得更加聚焦咁樣咧去揾2位做一個嘅統籌人，同一時間咧係有一班嘅同事喺下面咧係相關嘅一個配合同埋支持咧，我哋覺得係最合適嘅因為始終其實嗰陣時間都但係先好議員所講啦，離10月都唔係差好遠，而同一時間咧，其實喺會議結束之後咧，可能好多嘢都要去例如埋數佢哋要去做一啲後續嘅一啲嘅整理安排，其實都需要時間嘅。咁但係同一時間，我都盡可能將嗰個時間縮短，令到我哋咧係可以咧係減輕對於嗰個公帑嘅支出咁所以我哋覺得依家以2個人嘅首長級，同埋就係話以8個月嘅時限咧，都係一個可以話係平衡，同埋一個咧係綜合各類因素嘅一個安排。